段大车拼来看中华职棒台更雄鹰初九的时对统一狮，台更是以8-0摕到这一季第1场的胜利。那以下季来算，因已经是连续摕到21场的胜利，已经足平联名的纪录。 带得很高，在右半边这个。这球的角度正悬，总务单位雄雄国找无球，要也是一支阳春炮。但更雄鹰的洋炮魔星，第一胜利即天降红让，和球队领先国扩大。第7局顶半局阁要降。哎呀，这个位置投出去可能就不用看了，右外野方向，单场双响炮。 魔鹰这季第22支红让，可以伫咧红让版名本继续保持领先。交对第20位伫咧胜利即天降红让的打者，也是史上第1位受刺单场2支红让。有魔鹰2支红让到3天，但更是8-0赢统一。先发投手后进到7局无得分，但7K 看季21连胜，力比统一团级投手潘伟伦的纪录。 蛮扎实的击球在右半边方向，这个球最后打在了全打墙上，而且。伫礼拜暗的比赛是出现一支另类轰让，统一的外野手朱家芬伫比赛前才上1军，第7局下半局，伊这球先走到3垒有小可顿一下，尾也阁想要走本垒，结果出现本垒攻防战，一开始主审一判出局，尾也电看辅助判决，看到朱家芬伫出垒时阵，正巧妙的闪过保守的触杀，尾也该判是一场场内轰让，这是统一伫咧让14年了，阁出现场内轰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